大家好，我係天 Sir。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劍擊比賽嘅種類。喺我嚟講啦，劍擊嘅比賽我會分為兩大種類，一個就係正式嘅公開賽，一個就係私人嘅比賽。咁正式嘅公開賽嘅話，就係你參加佢呢，你打得好就會有排名，就會慢慢成為到香港代表隊等等嘅比賽。咁通常係由劍擊總會主辦嘅。咁另外一種就係所謂私人比賽，就係而家坊間都好多嘅，就係唔同嘅私人，可能係私人公司啦，或者私人用個人自己嘅名義去搞嘅比賽啦。咁嗰啲就算你打50次、100次冠軍咧，都唔會做到香港隊嘅，因為佢不正式計入一個分數去計算㗎嘛。而我哋要做一個代表隊係要有個分數去計算，就係打啲會計分嘅排名賽。咁所以呢啲咧就係我哋劍擊唔同嘅比賽嘅分類。咁所以你要留意下啦，哇！你究竟你參加比賽嘅目的係咩咧？你係想做一個代表隊啊，定係志在參與攞下實戰經驗？如果你攞一下實戰經驗嘅話，其實參加唔同嘅即係非排名賽啊、私人比賽咧，都做到呢樣嘢嘅喎，因為都有唔同嘅人參與啊，或者個比賽會更加細啲啊，咁你會容易吸收啲個經驗值，可以打返啲同 level 嘅一啲選手。但係如果你打公開賽嘅話咧，因為最勁嗰班人就喺呢一度啦嘛，你有機會就係發覺哇咁難打個比賽，因為大家都爭取緊成為一個代表隊嘅一個比賽嚟㗎嘛，所以你會打最勁嗰班人。咁所以你會發覺哇啲人咁實力咁強嘅，就係因為你打嘅係一個排名嘅公開賽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針對翻自己究竟玩劍擊係想點樣咧？你有啲咩目標咧？去按自己嘅要求去參加比賽。而我個人嘅意見就係，如果你係諗住玩得開心嘅，可以嘗試打下啲私人比賽先啦。因為咁樣會嘅話，你會俾佢發覺啊，都有啲成功感嘅，有啲同自己差唔多實力嘅人。因為作為一個新手，一開始就打公開賽嘅話咧，都係得嘅。但係嗰班會比較 professional 啲，嗰啲人真係會好打啲，大家亦都會盡力啲。因為嗰個係一個排名賽，大家去爭取緊出線權啊，大家爭取緊成為一個港隊等等。咁所以你打嗰啲嘅話，大家會出盡九牛二虎之力。但係打一個私人嘅比賽啦，咁大家即係算係友誼賽交流下咧，咁反而個競爭性咧唔係冇嘅，但係會比公開賽少啲。咁所以咧就係可以按翻你嘅要求去睇翻你究竟想打咩比賽。但係當然你唔計勝負嘅話，我會建議有啲咩比賽咪打晒佢咯。你可以真正完整體驗呢個正式嘅比賽係點，呢個非正式嘅比賽係點，咁你先會學到更多嘅嘢，同唔同嘅對手交流完，你先知道自己有啲咩缺點，或者有啲咩改善嘅空間㗎嘛。所以就可以針對翻自己唔同嘅目標、自己嘅劍術嘅程度，去按翻自己嘅要求去報翻適合嘅比賽嚟嘅。好啦，咁今日教學啦嚟到呢度已經差唔多啦。如果有啲咩問題，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。我係天 Sir，我哋下次再見到喎，拜拜。